来看，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，透早苗栗的大河出现本岛平地上低温哦，只有9.6度。你是因为冷气团减弱，各地有较烧热。气象署嘛，预测讲228连续假期南部会到28度。今年哦，计共是有13波的大陆冷气团，平均温度是2000年以来哦第2冷的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今年春天的温度应该算是正常。秋月结束，弯弯曲曲的山路是白苍苍。太平山2月初低温急冻，又搁变做白雪的世界，吸引真侪游客。回顾冬季，计共有13波大陆冷气团以上等级的空气影响台湾，其中有3波寒流。那台北站低温14度以下的日子是9年以来上济。展望后一季，反省的现象渐渐减弱。3月到5月气温接近正常的数据。气温的预测是以正常为主，但是5月份有正常到偏暖的讯号。那雨量的话，预测是以正常到偏少这样子的几率最高。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醒，因为5月份已经进入到梅雨季哈，那梅雨季的变数会比较多一些。雨量的部分，顶一季冬季全台湾降雨日是1951年以来第4少，刷落来3月到4月，雨量正常偏少的几率真悬。5月黄霜仔雨，阁有无确定性。气象署提醒讲，春季有关是降雨较少的季节，用水要较杂的。然后，这礼拜天气渐渐回暖，拜3、拜4华南分雨黑刷入来，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有一寡短暂雨。拜5开始，敢若剩东南部的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小块雨。到假期的时候，整个高温预测。最暖和的还是在南部，大约有28、29度的高温，然后中部以北和台东有25、26度的高温，甚至到下到锋面来临之前，下星期1的温度会更明显的暖。气象署提醒讲，气温回暖的时，偶有低云、大雾的情形，连续假期出外要特别注意交通敢有受影响。然后后礼拜2开始，会阁有冷空气报道，时到温度会降加真有感觉。春天的天气系统变化较紧，请民众随时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